周小松議員，係主席，香港泊車位不足咧係一個老大難嘅問題啦。就尤其是商用車泊車位咧，就目前就3架車只有2個合法嘅泊車位。咁我都好樂見啊，局長正話喺介紹之中都有一節特別提到咧，點樣去增加一個商用車泊車位嘅供應啦。咁有幾個問題呢一方面就第一咧，喺冇足夠合法嘅泊車位嘅時候咧，我哋有冇同執法部門咧，即係定期有個溝通，即係會唔會喺即係執法嘅時候咧，多少少彈性咧？譬如話喺停車泊喺一啲比較唔直接阻礙交通或者係阻礙行人嘅情況之下，抽牌可唔可以輕手少少咧？留翻條生路俾啲職業司機啊！咁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咧就文件第12段咧就提到我哋增加泊車位，長遠做到商用車輛夜有所泊啦。呢個有個長遠。跟住咧就預計長遠又可以為業界提供6000個貨車泊位。呢樣嘅長遠咧就睇落好似虛無縹緲咁，你有冇一個確實少少嘅 KPI？嗱，長遠究竟係長到幾時？6000個你係點樣規劃嘅？係幾多年？呢度希望可以解釋下。第三個咧就文件亦都提到咧，2026年咧就會做一個新一輪嘅泊車位研究啦。其實我好希望咧，署方咧或者局方咧係可以多啲聽我哋用家嘅意見，到時咧係具體啲可以同啲工會啊或者職業司機嘅團體去聯絡，實聽下佢哋貨運司機嗰個需求啊。咁佢哋希望喺邊啲位可以增加啲夜間泊車位啊等等啦，希望可以落地啲聽下佢哋意見。啊，主席就3方面問題。好，局長。多謝周議員嘅提問同關注嘅。事實上呢，我哋喺要用一個比較系統化同埋多管齊下嘅措施去處理關於泊車位不足嘅呢個問題呢，係一個多年我哋要處理嘅問題。咁我哋有2部分嘅，不過集中喺商用車嗰方面呢，我哋會喺今年裏邊呢，就係盡快開展呢一個泊車位嘅供求研究，亦都希望喺2027年呢，我哋會盡早公佈。咁我哋會用1年嘅時間。咁我哋會有幾個方面嘅，當中呢，我都會期望呢，署方呢，同埋佢哋嘅相關嘅專責嘅人員呢，正正就係會同業界去聽意見，同埋了解佢哋嘅需求啦。無論喺泊車位嘅地點啊，或者嗰個時間啊，佢哋嘅居住嘅地方啊，點樣先至可以能夠做到喺整體我哋有限嘅空間同埋土地之下呢，我哋都能夠做到我哋嘅長遠目標呢，就係喺商用車而言呢，係做到夜有所泊。其實夜有所泊嘅意思呢，就係即係話呢，我哋都希望能夠照顧得到呢，佢哋日常喺物流嗰方面嘅嗰個實際嘅操作。咁但係呢，當佢哋喺作息嘅時限，佢個車可以放喺邊啲地方呢？呢個我哋正正係想做到一個比較細化嘅要求嘅。我哋喺呢度提出呢，長遠去預計為業界提供超過6000個貨車位呢。其實我諗呢一個呢，係我哋想帶出嚟俾大家睇到一個顯示同埋我哋嘅決心。當然我哋整體要倚重呢一個數據為本，喺嗰個泊車位嘅研究裏邊得出嗰個結果同埋個措施啦。咁但係呢，我哋都希望能夠呢審視目前而家有一啲可能係個泊位唔足夠，以至到可能係有一啲非法泊車。呢個其實係一個比較即時我哋睇到一個嘅數目嚟嘅。咁我哋一定會作為呢一個呢，作為我哋一個嘅目前嘅一個嘅目標。咁另外呢，我哋都會考慮翻一啲，譬如有啲貨車呢，其實佢係跨境嘅操作，佢哋可能實際上呢，泊咗喺唔係香港嘅地方，可能跨咗境嘅。咁呢個呢，亦都正正係透過同業界去傾嘅時候呢，我哋可以實事求是啲，係可以照顧到業界嘅需要。多謝。